香港擁有複雜而且多樣嘅海洋環境，延綿不斷嘅海岸線為唔同嘅海洋生物提供合適嘅棲息地，孕育出豐富嘅海洋生物多樣性。可惜我哋嘅海洋正面臨住嚴重嘅污染問題，仲危害到海洋生物嘅生存。為此，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金喺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嘅資助下，開展名為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資助守護本地海洋資源公民教育計劃，透過舉辦唔同嘅環境教育活動，提升公眾對海洋生態保育嘅知識、能力同公民意識，鼓勵公眾喺日常生活中由源頭減廢，共同實踐帶走垃圾、無塑淨海嘅願景。透過舉辦公眾講座，向大眾講解本地奇妙嘅海洋環境及生態知識，包括物種多樣性、人類與海洋環境間嘅關係，以及微塑膠同棄置漁具相關嘅海洋污染議題等。為咗提高公眾對海洋污染問題嘅認識同公民意識，以及重點關注本地棄置漁具嘅實況同影響，保育基金透過項目舉辦鬼網特工培訓班，成功招募咗超過100位本地合資格潛水員參與培訓。保育基金亦出版電子小冊子，介紹本地棄置漁具污染情況，並提供處理棄置漁具時嘅安全指引同建議方法。保育基金舉辦多次水下搜索及處理棄置漁具活動同海岸清潔活動，2年間招募超過1000名公眾親身參與公民科學活動，以行動實踐海洋保育，同時強調不留痕跡嘅重要性。為咗更多元化進行環境教育同社區參與推廣，保育基金舉辦咗視覺藝術設計比賽，透過多項藝術媒介喚起公眾對本地海洋保育同棄置漁具嘅關注。喺計劃嘅呢2年間，我哋嘅保育足跡遍佈香港多區海域，包括遠離市區同具生態保育價值嘅地點，一步一腳印，為咗實現帶走垃圾、無塑淨海呢個嘅願景，我哋一齊繼續努力。